阿尼玛卿，阿尼玛卿，责任为谁？75。如果有个别的话想对马卿说，如何才能让马卿听到？语言或熟人的语言，哪怕是我们的母语，也不一定触动他。那么谁有资格或有本事，比如整刺、击鼓、挥舞金刚诀，或以兽骨作为某种厉害的法器？如今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非凡之人？而真正的非凡者，不需要依凭任何外物，不需要扛拉或摩托托付行李，不需要丝巾、保暖贴、迪卡侬登山杖，不需要能量棒、巧克力、速溶咖啡、自发热的海底捞火锅，但似乎允许我揣一支酒红色的唇膏。听说雪山深处住着一个美貌异常的牧女，拥有一面奇异的镜子，以供奉者的颅骨制成，晶莹发亮，能够显现过去与未来。可惜在外来暴力肆虐的岁月中被砸得粉碎，而那牧女当天即消失，后人再也无福得见。76。不要对外说我登顶过阿尼玛卿。每年登顶阿尼玛卿的人不少，只是没有说出去。全藏地的山，包括神山，除了港人不敢登，其他的都被登过，这叫做征服。不过卡瓦嘎博和南迦巴瓦没能登顶就死了人，才不敢去登，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死心，跃跃欲试。你想想，这2座山登顶哪一座都会报得大名呢？那个有点藏人血统的男子有点炫耀地说。77。听说这里的虫草品质很好，靠虫草致富的牧人已不再放牧，过上了一掷千金的奢侈生活。每年5、6月间挖虫草，只消辛苦1个多月，很多人都何乐而不为了，连钻神山也驾豪车或飙摩托。如果哪一天虫草消失了，靠山吃山的人们怎么办？如果哪一天汉人金主不想要虫草了，靠什么吃什么的人们怎么办？别忘了，像决绝地抛弃藏獒那样抛弃虫草，并不是没有可能的。78。再讲2个与拍照有关的小花絮。马钦街头有家店出售现磨糌粑，走进去发现磨糌粑的是个回族女子，戴头巾的她立刻拉脸，禁止拍摄。我假装好奇的观光客连连致歉，她才住口，可这又为何不能拍呢？马钦街头还有家店精致而昂贵，各种宝石、红珊瑚、绿松石和黄蜜蜡，尤其是一顶顶原产澳洲的牛仔帽，与贾瓦仁波切戴过的相仿。族人们为此趋之若鹜。
攒钱也要买。开店的果洛青年穿着时尚，热忱的要卡地亚戴上帽子，像模特一样合影。